再来看台电兴达电厂离合机哦，伫初9火灾，今仔有媒体是曝光，有业者摕中国的零件假做是原厂的货卖互台电。台电今仔是强调讲，所有零件拢是澳洲、韩国、新加坡等国家进口的，是无用中国货。董事长詹文生嘛讲，兴达电厂离合机，佮有南口发电厂离合机拢故障，供电哦确实受压力。初9高雄兴达电厂发生火警，各界拢关心事故原因。不过，今日有媒体报道，有不少业者技术用中国属的华兰改标，佮假做原厂货，估计卖互台电甲中油。台电澄清，兴达电厂前期机组通报联名公司是机器甲中顶，根据因的资料，供应商无中国。事故的发生就是在一个法兰的泄漏，这个法兰泄漏部分的垫片，我们会再做更深入的调查。我们手上现在看到的资料是没有这样子的事情。目前就是对于中国的产品呢是禁止使用了哈。那么其他国家的产品，我们是采取开放的态度。后续我们还是会继续的清查，同时确保未来进场的这些产品呢，都能够符合相关的规定。台电表示，会组织清查守护天然气管线甲法兰的安全性，确保机组运转的安全。因为兴达电厂机组发生火警，加上南口一号机半夜故障，台电董事长詹文生承认，目前伫供电有压力，不过会紧密启动备用机组，确保供电的稳定。9月底，我们现在估算出来的夜间峰备转容量率是维持在6% 以上。台电最大的机组来讲，目前在线运转的最大机组只有80万，因为130万的现在在停机，所以它大概可以因应2.5部的机组的状况，所以在供电裕度上面是稳定的。但是我们其实还是会有一定程度的供电压力。台电董事长詹文生表示，有关兴达电厂火警事故原因，要去调查，希望伫9月底进行做好兴达1号机的安全检查报告。高雄市长陈其迈回应起火造成专案小组等收到报告了后，做实际审查，确保安全无问题了后，才会试车。记者综合报道。